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我係鍾意佢阿曲妹，要知道我今日 TV 歡喜無啊？因為今日啦，我同大家來紹介阿曲妹我青好食的東西啊，就係呀餅誒。韓國啊，因為呀禮拜就係半夜班誒，祝福大家半夜班快樂哦！吼，故說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那間太餅嘅店誒，也係真傳統嘅店誒哦，佢經營超過100年嘅，有按久按長嘅歷史。來細細格格分享，今日節目地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李天飛分享。大家好，我係李天飛，我係新洲站新布鎮百年老店李順興餅店嘅千金，唔係千金哦，千金哦，千金來到節目地圖哦，同大家來分享吼呀傳統嘅餅店哦，真嘅呀哈，啲咁樣旁地部地圖硬都會流口爛水嘅，話都會講唔好誒，真嘅呀，當然有段時間大家就會有算唔清嘅餅啊，因為可能有人送啊。可能同歡喜啊，做啲過節啦，做啲氣中強下啊，唔過亞雜時節，做啲講係田地亞布卡嘅噩夢，對不對？唔會啊，要簽好彩。要簽好彩啊！唔過亞一博嘅聽說當辛苦，對不對？同大家分享一下亞一博嘅差唔多半夜半夜前後也按到你哋嘅想法差唔多係用版型嘅水深火熱。差唔多簽2張嘢開始，你是開始做啊，大量嘅做，近排做差唔多1000斤。1000斤，我看按到種冇強容嘅口味，想唔到1000斤係樣板嘅量誒。當台長嘅報告，我食時節會期間報告啲唔高，我食我全部要啲唔高過。嘅台北嘅地度韓州嘅都地度高，我做按到嘅亞料都地度。哇！2張嘢以前就會開始來做，嗰時候做啲講冇冰料吧？冇冰料。冇辦法冰料，冇你人員一排啊，但冇同人講做該餅嘅啊，做一張嘢做得是幾年，真嘅，不過命運咯。命運咯耶哦，這件都辛苦哈。古時候大家可能第二陣時節，大家同福康人其中鄉下來培養啊，來食下呢個講餅啊，大家都知道東方去做冇啊。唔過其實田飛嘅福卡係真嘅係非常辛苦啲嘅做當道嘅餅嘅。古時候基本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半夜班嘅時節，大家就會送餅嘅俾大家。人家就咩有 TPA 有呀天子嘅禮盒做啲俾大家來凸顯嘛，對不對？而且甚至還做啲自家來搭配。做得。哦，古時候按難得邀請到也田飛百年老店來到節目當中，第二咧我同大家來分享就係清經典嘅按到熱公餅，對不對？熱公餅就係清單順，地圖寶馬介同大家講一下。我今日大都係有番薯餅係呢個招牌，也有芋餅，還有旺鋪餅，又還有豬油餅，然後薄妹是有松街鳳梨酥，還有蛋黃酥、卵黃酥。所有嘅熱餅就做得按照熱公餅，好冇？但係算是一個統稱嘛，熱公餅係一個統稱。咁到早期嘅時間，看早期冇介卵黃酥，冇按用嚟鳳梨酥，係早期冇哦薄妹醬油嘅。嗰時候早期就係清傳統嘅種番薯餅，番薯餅，清簡單嘅。哇！因為生發到最後得到嘅材料是按用。同人生發清權啊！唔過其實家下有講到吼呀，番薯餅 TPA 我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有冇睇嘅番薯餅係清有名做清久嘅從冇？因為佢前 TPA 係因為你從開始全部係自家做嘅，你先番薯是開始賣幾條種來去寫，因為市場看該強地該地啊該地方，你當年種出來嘅品質其實冇辦法保證講一天當然是強容，所以近排會做之前，anyway 是賣進來去做看，呢一擺種出來係 anyway 品質冇，係唔係實實穩價，係實實係穩健啊，係十九來是 any 全部係手工嘅，我爸爸是逐條番薯是要金記嘅手。逐條，真緊逐條，佢倒緊70人做，還係按用。因為呀，其實呀，雖然佢動單純，唔過佢食起來就係完全番薯嘅米絲，其實沒有太多複雜的味道，就清簡單。就番薯嘅亞料都地度，嗰時候呀。
听说要经过按严格的方式来涂，这样做得涂到按好色的番薯饼。啊，不过人家说的时间感觉其实无当甜的，它的甜度感觉有降下大的喂。有哦，我爸讲挑过，因为你冇饼干买防腐剂嘛，所以你会拉甜，几好唔会坏。哦。不过你下日唔是甜嘛，特摆种出来的番薯。甜度又冇强咯，对，要用干所以该师傅啊是会特摆的吃，也摆的番薯，爱台底的下几道的砂糖，嘿，该是会禁养，我见摆问爱爸，你食唔食伊了含板用我全部爱。怎么没有 SOP 呀？没有 SOP， 嘿，你还要加掉面粉，本几好 get 掉，是会 QQ。有，我较说的时间有时到给底度的番薯，我就想讲嘿，用要按 Q， 有这种口感都底度，要么嘿 TP 设计本期有按用嘅口感。哇，难怪啊！唔过今日哦，当难得有请到百年老店的前姐嘛，来到节目当中，当然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日嘅福喜便利店吧。我来同大家讲，日光饼，尤其家下人讲嘅番薯饼，做乜嘅？皮按破，料按多，头摆就按太房嘿，要做呀就按食材嘿。看你下系鸭好贵，皮好便宜，面粉便宜嘛。系冇你看鸭青菜味就见60、70，普通好普通的哦，所以60、70。该面粉就见差不多20、30。不过挑过，你台湾系冇面粉的，冇晒面粉。嘿，你自洗台的时间，你本年冇台湾的，嘿，你自洗台的时间，老街做面粉的技术传来台湾，台湾就开始有自家的面粉工厂。哇，嗰个也系因为有故事嘅呢，系因为头摆面粉都难买到，嗰个面粉轻手越手越好，皮越泡越好，嗰个咱会按用皮泡。鸭豆，又按用按口感按丰富嘅，按用嘅热光饼。那就按用其实真麻烦做，因为你想哦，个鸭肉甜度，又重，又水分，你会挑进去甜度啊，你会用皮去挑嘛。不过问题嘛，个大把又冇强融，你皮又按泡，所以我就按真紧系功夫。哇，真紧系按呢，我冇想到原来皮泡鸭豆有按用嘅故事都底度，韩国唔单像番薯饼系按呢，还有五味口味嘅，韩国黄埔饭瓜口味嘅，全部都会按用来做法，错冇？系，你系五味味前提片哦，上开番薯啊是全部冇饼油做鸭的时间。哦，不过全部的皮哦是有猪油，因为挑过奶油嘛紧嫩油。嘿，也系冬菇的风湿传下来，还有从你的解五味鸭，五味鸭你做的时间烤鸭的时间呢，底部是开始有用到猪油，咱唔用嫩油，跟梅头完全冇强融。其实你做得老街皮啊，全部混做嫩油，因为内蛋素的先是做一些嘛。挑家讲梅头冇强融，几个都也还系按用坚持，不说也系人爸爸坚持。呀名嘅蛋糕，嘅名嘅系你嘅玛莎。哦，用伊下讲咧讲，挑家，我让该丽水应该挑家丽水先冻熟死哦，歹势哦。冇了解音，真嘅，是点好听哦。所以冇了3年，迄头摆人家可能阿公阿太，系阿太开始听5台，听5台，哇，听5台那真嘅阿太阿公，阿公甲阿公，阿公甲阿公是阿太太诶，阿太太开始坚持要用猪油做到呀哈，怎么用按用嘅米丝，还做唔得用嫩油来推哦，用嫩油推，冇强融，真嘅係真坚持呢，米头冇强用，唔讲用板边就係多呀料嘅地度来做变化，像黄埔饼，我吃到我啲苗栗一种。东西有食到诶，唔过你阿母看嘅黄埔饼，还不用到呀中秋月饼礼盒底度。嘿，其實你唔係中秋底部要餅倆天，你介結婚嚟介禮餅，你每樣做樣送餐嘅，每當天要樣用嘅餅。咩有黃埔餅到底度？唔過拜託太之家係為咗先買時啫，先鬧你講，你先準備，你看而家全部係手工包嘅，你冇機器包，因為機又該冇餅該防腐劑，機是做得餅3月天。3月是快睇咧，我係3月先包起來，其實都麻煩。對，3月內要保護。係，所以先讓我填，先填我
该千人以上先包好。哦，韩国刚刚讲的呀，爱情有兴趣的呀，王浦饼啊，其实算是有季节的寒天从无，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无王浦饼好食嘞。嘿，其实应该个产期是好短的，叫做3到5年有。像番薯的个产期是好稳定。对，台湾1年4季做地讲应该都有番薯啊，有的咩差不多。超过半年以上应该都有五味好食。古说王浦番瓜呀，在口味是真的是季节限定的，嘿，可能过一天要在时间，差不多可能就剩唔到。过年了是，过年过好，安尼是可是准备来压嘞，嘿，加汉拿走。对。我炒馒头是买唔到啦，我价钱是冻过啊。原来是安尼，古时你看哦，呀百年老店嘅前景正经讲嘅就系无穷用哦，然后呀当到故事啊，韩国头摆很用慢来做饼嘅呀，清传统嘅美食就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还有韩卡的内容要同大家讲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百年老店做餅嘅，因為我同大家共下來慶祝下半夜班，祝福大家半夜班快樂哦。剛下又講到嗬，半夜班客家人清傳統嘅就係愛食下熱光餅，熱光餅啲都清傳統，包番薯啊，包烏味啊，還有包呀番瓜、黃埔啊樣嘅東西都啲度。唔過其實還有一種清傳統呀。客家人嘅餅有很多綠豆餅，呀，真係咩嗌啲客家種從細食到大，雖然嗌看到天飛亞烏卡嘅綠豆餅，以上同亞烏卡嘅冇乜共樣，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人嘅綠豆餅啊，佢係一樣白雪雪嘅，一樣嫩嫩嘅感覺呢。係，其實係嘅。烤法是那配啥冇強容啊！你可能見到番薯誒，但係番薯餅嘛，哈，其實兩面是有配到。係兩片就有些些咧，咖啡色黃黃安尼。係，有上過炸金兩片烤麼？其實台灣嘅中埔沒有兩片烤，不過安尼是單面嘅，係因為早期啊，你是想看因為做烘焙是啲哦。你填配路一下可構圖是構圖，早期配餅做得麼？冇辦法啦，因為可能用嘅小潮嘅啊，你冇辦法控制底部嘅溫度，甚至可能咩冇溫度機，你根本不知道佢底部係乜嘅溫度係會配啊餅嘅。係，所以早期安尼配餅嘅時間係教解技術啊，得下來解技術少。該總在做溫控嘛，你說100度幾多分鐘，馬上讓100度，所以該配餅全部係看師傅嘅功力。哦，炸糕類是少牙式，炸糕類是你兩下看到係天配路。嗰個嘢下就係用天配路按用來配。係，像該蛋麵其實冇人好烤，我們像你係煎卵，煎過卵嗎？有。係，你係煎蛋麵，不過หั่肉入面愛熟。有人快麼？冇咁簡單咧。嗰個像按用嘅綠豆餅就係單面烤嘅方式，冇扁面按用烤誒。總得扁面。所以佢就有一些像係低溫是熟成的感覺，對不對？時間會較難久。因為佢攞杯看起來其實冇黃黃、冇辣辣嘅感覺。係。嗰個佢係用比較低溫嘅方式嚟配。溫度好大。哦，一係人就自家上來按用做誒。透過很師傅來教的時間，其實按用教，沒有人講啊功效啦，有可能講師傅從武漢咧，唔記得扁面，有啊，按用未做得咧。好好吃誒，因為佢冇配按薯糕後，你就會感覺到夾嘅皮同亞料全部融合在一起的感覺。還有當貼片係磨貝啊，買加到頭旁，台底要加到奶油，冇是加到油。因為你包嘅時，你可能一下全部係綠頭，佢完全冇油哦，佢是沙通甜哦。所以佢包嘅時是鬆從高奶蓉，該冇水嘅奶蓉，啲啊沙而強蓉。所以包嘅時冇人快。佢見裂開嘛，黏奶有裂開嘅感覺。係都冇人快，所以應該把唔過叫當件事啊，用頭個做嘅時是冇加油，啲下咪冇。所以你下所以講，你下前咱這是度按順解就調餅。真嘅，我應該
还是落去同样头摆，说到个六条表米线真嘅无相用，因为已经分动到。市面上比较大量它夹做出来嘅按用嘅六条表嘅米线，有点把我们的味觉洗掉了。其实我说到呀六条表，我真嘅用说到六条佢本身起价嘅米线，因为内有嘅米线真嘅当重，它的香味太重了。虽然你吃落去会吃到佢当香，不过佢会它吃唔到六条本单嘅米线。然后我刚刚先讲嘅六条表嘅真嘅吃到六条嘅米线。哇，我有种找回绿豆的味觉的感觉。不过，像还没有你啦，我吃到的它都会像迄肚脐饼，印度他们叫做六条碰。不过，亚夫卡他们六条碰是另外一种东西哦。这边有包该卤肉诶。因加六條碰，所以今下件擺落來，就是講，我係買六條碰，我是講，我係六條餅，還係六條碰。哦，嗰時差一兩次就冇共用哦。係六條餅係冇肉嘅。六條碰就係有包滷肉到底度嘅，錯冇？錯，所以從你買個手搖飲有冇？你係加珍珠，還係加波霸講清楚。我有肉嘅就係六條碰是錯嘅。哦。嗰種唔看像田飛按用，同大家來分享按到，其實田飛佢唔係做呀烘焙出身嘅，佢係英文先生，韓國係搞太好嘅，錯冇？對呀，嗰種韓國人一開始學也掉配也掉甜點也掉啊，咩唔係同步看研學嘅，唔係爸爸媽媽教你嘅，你係自家頭出去攞杯同朋友學嘅，做乜嘅喏？自家不搞就按到研學，可能呀爸爸、呀阿叔、呀阿公全部就做呀，唔講你冇同佢就好呢。因為你看哦，家己做餅哦，今年價錢又跳起來25口，跳過17口、18口、19口。很便宜，是係很便宜。我爸講，俺有傳是好咧，唔講我會說話，因為俺後生人哦，你係冇，你價錢冇上來，你嘅人工是冇辦法俾佢好高嘅薪水。咁後生人是唔來做啊。就會團結。嘿，所以我希望講價錢好高啲，因為飲食全部係錢嘛，所以我一下學我是學最貴嘅東西。哦。冇俾下開始買個蛋糕嘅時間嘛，差唔多500、600，甚至還較貴哦。嘿，我是走1800嘅。前半，1800哦，1800就是了。嘿，我全部做造型嘅。哇！係，咁一下開始嘅時間，我爸講。因為我就冇辦法學嘅時間，我爸是講，咁一下開始講，爸我想做咧，叫我上到西歐是你最會讀書，你做咧咋，當辛苦誒。爸爸媽媽聽說冇想要按的啦。係，因可能按報表真簡單，不過佢就鏡頭，衝係冇聽通嘅，所以衝係做幾年嘅時間是當辛苦。所以應該是自家你唔肯教我嘛，我是冇辦法學。迄條是唔搞嘢，係是冇辦法學，叫我學7張嘢。不過我第一張嘢時間是開始做好貼片嚟，像個巧虎啊，而且大眾都係先我爸講線上做嘅吧，我講唔係哦，我做嘅哦，叫我全部下我會帶到啦，用呢種去做，然後前提是好咧，我哪有講學唔會，是靠音樂學冇啊。哇！個阿爸想，哎呦，我做規身人做餅嘅，我冇嘢去學7張嘢轉來就都做一個按粗形按定型下嘅一個結論搞正來。我用呢個蛋糕掉出來哦，冇因為哇哦，我係掉出來太自家係上哦。哇！咁過去下開始已經不見買，叫我係買咗600口，你買1800，叫價錢漲強多，像啱違背祖訓強容哦。咁我開始到你是係花很多時間去做，佢可能花6張，我漲做一做1張添。係，我就1800千做。嗰時候下後你就給聽啲啊，老店嘅地度同時咩繼續經營啊，嘅粗型嘅結論搞，一係粗型咧按用嘅店型，同步經營就錯嘅。專門做嘅好貴嘅。哦。不過前面都時間啊，前面時間來做。嗰時候有分工，你呀他就做比較創新的按用粗型嘅甜點，按呀露台係冇，露台就負責來做傳統嘅點心。哦，按用就兩種全部就有做，等於講按用嘅老店
又有新的商品的感觉。嘿，哦，按用个新的产品都落点伫度，你太可以有买那条它多常态性的商品，同它小介一下。像你好看到了是马林糖、马林通啊，就是蛋白双糖嘛，对不对？嘿，该搭配去碰起来，因讲可以是用发的。哎呦，嘿，那是最讨厌甜的，因为你可能你们食好是该牛力，唔系讲唔好食，该食好可能牛力唔会哇哦，嘿，所以应该其中爱一罐的宗旨是掉出来有尖叫声那种。啊，唔过人家牛力，人家可能看到唔会哇，嘿，人爸爸看到哇哦。你讲，该日好是实体嘞呢，要饭薯饼做的是假好呢。饭薯饼还会食饱，牛力食唔饱啊。不过该一张黏哦，该一张黏出来的。哦，这个牛力糖贡阿爸妹很有意见，是不是？系啊，你讲该一般毛不应从爱，你看爱草莓哦，佢的色是唔系粉红色。它是比较偏白色，只有一点点红红的。嘿，它系加介甜菜根粉。哦，用甜眼嘅粉，就因为可能迄人工的色素，它的颜色虽然比较深，没错，啊，唔过佢就唔系甜眼嘅发后做诶，你可以用那清甜眼嘅甜菜根粉来做，所以它的色目就按用淡淡的甜甜。哦，不过是当按前像爱做的东西，爱是流失。爱危险，爱食好危险，所以该用料是唔是伤的。所以牛力这件事，应该懂小一点。牛力压在丝黑，应该唔系法语哦，对不对？唔系法语，是法语。哎，法文。反过发，然后反过来，很像牛力就出来。如果压哈，你要掉个放盐落点底度有卖牛力。嘿，不过我们爱班讲牛力去拍，唔是去，你讲个染的去是滴。很好笑哎，可是爸爸还是算懂支持你啊，对不对？虽然他不认识牛力，可是你走入到薪资其实会好认同啊。啊，唔过工厂底度有遇到冲突的时候冇，有其中按用推个漏点诶，做到呀哈。佢會講，咁冇背，其實家家您講嘅東西，咁咪便宜當當，你新本上如果按過，像我啲背夾緊奶酒哦，呀常溫是你用天然的奶油，好，該發酵奶油，該是總之用模板，咁模板它是白體去，所以其實是哦，該用一般的做啲看模板，做啲50倍的奶油該是冇按好嘅奶油，唔過我就自家會寫，誰會寫。那就了前十你是伤的。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奶油有变没变，这种那种落差真的很大。因为两边青蒿是东西，其实俺有想是食到温那个的这种奶油，可就嘿凭这么暗后的奶油，啊，你就不是要变淡，吃盐感觉成本就可以比较降低。而且我刚刚在吃那个草莓牛力的时候，那底度是的草莓果干呢。那会不会太奢华么？系啊，你跟他爸是讲，你果酱叫干美有草莓干多地步，然后啊冇强融的嘛，因为草莓干啊，从你种日地，该冰上去，自家信心是冻好，因为该真紧系草莓，该咬下去，然后该挑过梅头的是冇强融，那系急速冷冻的果干，所以你咬下去有些该真紧是草莓的梅头，磨皮的梅头，而且它还会释放它的草莓味道，都顺风的内油，如果做的是都要草莓清甜眼嘅呀，米西果实食材的味道。古时候有动都坚持都夹个放盐落点底度，虽然都要它已经天推嘅，啊唔过还是用呀青色菜嘅方式来经营，还有动动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嘅，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非常大家要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權阿權妹，今日有請到田飛來同大家分享下，要看做餅嘅嘅呀的辛苦嘅過程，還個有按到後面是按到堅持。雖然呀，他講做餅做誒會幫人年咧，啊，唔過其實一開始，人就輕做，唔要做餅嘅，係開百貨店嘅。係因為啊，假如下開始嘅時節，你係做百貨。
哦，其实因为粉、送、喜、庆全部要做。就安样讲，我爸爸要13向天之门，13，你系单场做日用，会叫按动音，挺辛苦哦。所以因是做在存钱的全部要做。所以我讲会讲，个别的文化其实到因的生法都有关系。该个别老该百货的生意，涨冇几多，涨19年前。咱店都是有只玻璃的杯啊，当头是有写我当头是我阿公的名啊。哦。当头是有写讲，了系今年开始，今年庆祝几多年安样。我部门从去年你还有七台主，新部的连总七台主。七台主的时间，我是10个做一只，系我爸爸的名啊，都当头。哇，其实我说谈挺非常用功，因为我出生的时间，我阿公阿婆就已经过身嘞。故说我无听到按到亲传统嘅一条故事，也是讲可能客家中嘅俗，我咩冇了解到按到。我爸爸媽媽咩辦到呀？雖然咩啲沒有啲啦，唔過喺到客都市嘅所在，我就辦曬開按用火鳳凰按用嘅。故說我咩冇聽過當傳統嘅故事，我聽天飛按用講。就會知道，其實你懂了解雅烏卡嘅背景，甚至雅烏卡產業嘅背景，甚至我知道你還有一種懂上位老爺的故事，同大家分享，上位傳承下去嘅感覺。對。所以我店都啊，12年的時間，只有年來請安尼講，按政府補助唔到錢，你做啲老了都穩穩，因為睇個全部不用攀檔，所以我退咗就忙種呢，有咁嘅快啊。部門是政府講，冇是不用到錢，然後該全部表出來本人看。該是表出來啦，我就該三做該投籃好咧。係本人好了解你嘅文化。你自家去帶投籃？係，我自家去帶。哇！投籃嘛該東西啊？像我店度，我見面要帶到東西來啊，像了到木啊，做起個羅家啊。羅家嗰個農具是不是？該透過嘅人哦，老細冇下該片理嘅時間啊，其實會老該有東西餅啊、金毛啊，全部該攞到地步，開起細冇冇下。我爸講哦，佢最驚拄到落水。怎麼改？跋山涉水，你講東西會怒發睇，冇是怒西睇啊！天哪，這你已經沒有在我的生活記憶裡了。我覺得要懂重要，因為呀就會同雅烏卡嘅產業有關，就係你結婚嘅時間會用嘅啊。哦，原來係咧。我是會講了啲木啊，有乜嘅故事啊，有乜嘅典故啊。一啲木誒，其實都係當到就係當有歷史誒，比如講香港有日本時代嘅木誒，香港有呀清傳統客家戲餅，你有冇提講？你乜嘅按到客家嘅餅，佢生來有乜嘅元素係代表講佢係客家嘅咯？你看呢日本嘅嘅餅木哦，做禮餅嘅有啊。呀，係一般嘅。係一般嘅。你看喜事嘅碰筍，係兩老鳳。日本來講，誰來係兩嘛，誰冇係鳳，兩鳳太平。嘿，你睇，到部門嘅經理嗰個文化時間，我看到了只，你看佢喜事冇兩冇鳳，佢碰筍又冇搶佢乜嘅同類東西。還有東涌牽牛花的錢。很像卡通童書裡面的牽牛花，對啊，但是應該係錢吶，對不對？係要錢，但是 Google 啊，差唔多誒。我問我太爸講，我爸今年70歲，然後爸咧係要用過麼？叫我食時節少看過，唔過冇用咧。我要問我太爸講要用過，你全部係 any 話要用過誒。我用緊當條發賣東西。我咪唔啲嘅，你台北咪唔啲？佢唔啲，佢今年90歲咧，佢咪唔啲。我講簡單嚟講，我似到當貼片，所以我是去 Google 台灣馬莎對啊餅木好有研究，我是青島高雄嘅王先生，係我是問佢講，拜問一下，我了張木啊當貼片。唔啲要研究講，當頭嘅該圖係乜嘅意思麼啊？結果我是按後論啊，其實乜嘅是讓我講呢？結果係乜嘅同我講，好想知道。其實講從最當頭嘅啊，該是日頭，除了日頭，全部係送對對，結婚嘛，你聽係送，每問我日頭就冇兩張哦。有兩張我就要把後裔找出來了。係，做到過去都該是書本。係，該還有書。
喜饼上面有薯。系啊，十个类是热个，你看该热个没有凉地。嘿，十个类俩是从厝的东西，该其实系薯卷。卷，系薯卷。哦，眼睛引导都会快诶。嘿，嘿，该十个类该是当天该从起饼，该是签跳成团出来，该是签。其实讲，小姐，你俩系当路的母哦，最起码有7、80年有咯。然后杨曼讲，你系北部客家人，你上该本应纯良容易啊，错，你系北部，该是北部的客家人，北部的客家人。其实讲，你看到俩杨曼讲的客家人，该表母系因为你看有树本，有树根，客家人从嚟很少做埋，鱼头树要冇江头春家。系落水天的时节是无下读书，冇落水是冇被做事做天事，所以讲你系客家人嘅哦，香港意托啊，对不对？连饼嘅汤锅都有啊，太搞会脱俗啊。对，所以你个新妇是动到重吃，系披萨把公婆的吧？你是新妇开始做，该公是做俩的东西哦。烹饪有一家潘翁，该潘翁的地步是有一家小学堂。记得嘛个太上的囡哦，切假的屋烹饪是特别建起来，本你强种出嘅时候，全部都要读书。哇！所以它是有印证啊。懂葱丝呀，件事情，哇！原来呀，一天母诶就有按到故事，张讲伊咧听听咧，啊，不过还有那个伊咧咩东上的地就会呀，金属的母诶，其实呀哈应该讲头摆都会像按用苏的嘅母诶，当时有看到呀按用嘛还蛮个材质的母诶。它其实是个锡铝合金。锡铝合金呀，可以有咩动有历史的感觉哦。系，梗系日治时代，头先讲嘅挑狗是全部用树的嘛。日本人老几个做饼的技术，老做母的技术是大国来推翻。到该时节上开始有该锡铝合金的母。你看该当贴片，看个无袂知有一点点吗？该当挑系，该当挑该布色该地方哦，该做该螺丝来打开来，该大下是做该玩的。亚洲的玩，系啊，该从环保模具恐龙有啊，跟现在的一样，底下换一个花纹，对不对？你看人家搞个细胶膜，该有冇？嘿，该是细胶弹簧膜，该是做喺玩，地板做喺玩的。好有趣哦！啊，不过亚哈，因为石头一管，亚哈可能大家都好轻便，亚这种东西可能没冇技术生产的吧。罗师傅讲，甲刻起来是老熟的模恐龙。哦，真的。记得好龙熟的。所以呀，有啲嘅用嘿，摸个推下来咧，没动到水，但全部系录音架，全部就本太家看啊讲故事啊呢。故说挺非轻坚持做亚的事情，很讲唔单枪按的，佢咩当上嘅老人嘅可能做饼嘅一件事情啊，变做本太家底饼嘅生活很用版做，唔咩单枪就是老杜声饱听听呐，错冇？所以今年开始，唔过从应该从去年开始，我是有想用慢来推广呢糕饼嘅文化，因为我市道糕饼系实体，大家糕饼其实有几个典故，有几个故事，所以应该是去年是开始有做绿豆糕，今年是有做番薯饼，你改招牌改饼。是亲子课程吗？手作课程？没有，亲子没有，你谁哦？病到俩做未做得，太硬强下来做未做得，因为做的时间哦。喺那该叫做产坯产后，该全部系去自家包，该包好的时间应该配嘛，该配的时间应该是都全部涂起该点度做该投篮，嘿，本记得讲你从爱俩台爱自家做糕饼的，爱底糕饼做你的算法系当重要的东西，因为你的上啊、楼啊、平啊、时啊，全部老俩有关系嘛，不过下一台已经记得啲么？嘿，我是梗系当有该内涵的东西，所以我想要去推广出去。所以做 DIY 的时间，记得做等的时间，上课，嘿，上课的同爱讲，嘿，我想有安用的方式，本记得地好多糕饼系实体，其他有文化的意义。故事我相信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咩同我共样有当到故事迄头一摆糖，也系讲当久无按用做，无做也着烧，无糖到也着久的。啊，今日糖到停飞同大家讲，迄讲大家有兴趣想要来参加停飞课程的话，做得去面书上当个请，错嘛，对不对？
听说会先预约哦，对不对？这很重要。因为应该本身含有教书。哦，对，都无限呐，又会搞书，会搞英文，还会来搞 DIY，还会来做甜点。鼓手今年嘅半夜班哦，唔但抢食同胞，可能按到好食的东西，咩好嘅动作哦。鼓手神龙 TV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是吗？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缓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冇啊？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